母音 A、E、I、O、U 呢啲係高音，亦都係長音。佢哋嘅短音係呢啲字嘅頭音 as、as、a、is、is、i、o、o、o、as、as、a、a、e、o、佢哋嘅高低中三音調係 a、a、a、e、e、e、o、o、o、a、a、a、e、e、i、i、o、o、u、u。呢啲嘅拼音法嘅五步，第一步分音節，子音帶母音音節，子音帶母音音節。第二步分音律，三個音節嘅音律一定係高、中、低 ，high、mid、low， 中、高、低。第三步拼上，第四步拼下。拼每一個音節嘅程序係睇住個母音。母音後邊嗰個子音可唔可以加上去？子音你要睇佢係咪 S、Z、F、V、J 嘅聲音 ，N 唔係，所以 N 可以加上去，用佢第三個聲 N、A、係第二個聲音加上去嘛。麻 n 埋 man 低音係第二個音 man 係第二個音低音 e 係 m 麻l 嗱 o 第二個音係嗱 lam 中音嘅第三個音 lam。呢有個規定係講 L 後邊有佢自己嘅母音嘅話，就係有佢自己音節，有個音節佢嘅情況就等於 S、Z、F、V、J 一樣，改唔到前邊母音。前邊母音基本讀翻佢短音，短音係 高音係第一個音 lemon 呢個 T， 然後加上去係好細聲嘅 T 塔 T lemon。拼下邊兩個都係低音冇得改 中音係第三音 lemon。第五步比較兩個讀法，邊個讀出嚟最容易、最快、最順口、最好聽 ？element 應該係最容易、最快、最順口、最好聽。另外一個方法比較嘅就係比較兩個高音，呢度係 呢度係 lam。呢度出嚟嘅比較高嘅地方，鼻嘅高中低，頭嘅高中低，口腔裏邊喺呢度。lam 出嚟啦 ，lam 喺上面嘅所以 係比較高，都係讀上面嘅聲音 lemon。咁最收尾睇下。高音嘅地方可唔可以更高？唔係高音嘅地方可唔可以更快 lemon 唔係高音，呢度 E 可以讀佢嘅短音讀佢 element， 所以呢個正確嘅讀法 element。Water is the essential element for all life. Water is the essential element for all life. Element